台中西屯区有一间护士，顶个月底的时阵呢，互一个姓吴的男性举刀啊撞入去，而且呢，佮掠一个志工做人质的威胁。这警方落尾是甲人家救落来。这护士表示讲，这个姓吴的男性毋是因的信众，嘛甲因无纠纷。目前这检方是以强制甲恐吓等罪嫌向法院声押核准。你为什么要人家？我问你啊。你说检察官怎么处理啊？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举一支水果刀，甲护士内面一个女性的志工压掉的，大家拢惊到。台中市西屯区一间护士，顶个月31暗时，有一个40岁查甫人走入去攻击，司方遂报警。第六分局几60位警察到现场，甲大家疏散。那安大、那瓦棍，趁机会把伊的刀抢起来，甲人质救出来。我看他的刀子，他右手的刀子有离开这个被害人的身上，趁机有下压，要把他夺下来解除这场危机。警方讲，这个姓吴的查甫人，敢若是以前甲司方有纠纷，心内怨愤，借机会走入去内底，现场大声喊讲要见检察官，好佳在尾啊人质无受伤。但是司方的职工崔培讲，唔捌这个查甫人也无甲有纠纷，因为这是开放的所在，伊是家己走入去2楼柜台犯案。他事先都没有来，那也没有什么任何关联这样子。那当时发生这个状况是第一次。认定被告涉犯刑法之强制、恐吓维安、恐吓公众等罪，嫌疑重大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当场被逮捕了，情绪真激动。警方事后该移送台中地检署。检方表示，这个姓吴的查甫人，敢若是因为某一项招生的考试结果，一个所落来处理的状况，心内真不满，依照涉犯刑法强制、恐吓维安、恐吓公众等罪，嫌疑重大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